请问咱来讲淡水的点心是四修啊，啊，这个用法是安怎来的？四修啊，系啊，就咱的零食的意思。四修啊，四修啊，是四种的点心，还是细项的点心，还是细汉囡仔爱食的物件？你会使讨论啦。你食参详，无要紧，较大声的。有迄糖果盘子，有冇？系啊，是细细个，个，啊，中国四种点心嘛。啊，因为伊的台语的字就写四出来啊。哦，你也跟我是四项的对吧？是不是？哦，可能哎，大哦。家哇，创意哦，真好呢，创意哦。有想到这来袂歹哦。这个比较有逻辑。好，投票下来，队长你感觉嘞？我感觉就是阮朋友讲的这 A 四种点心，确定哦，确定啊确，定。确定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四种的点心对唔对？开张了，开张了！进来来，紧来，头一摆得奖了60000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，老师。哇，拄才因讲的是正确的吼。正确的。咱这个过年时啊有无吼？咱拢有一个咱叫做煎鸭吼，一个阿嬷圆的吼，啊中一个圆啊边啊有三格无？是啊加起来四格，啊放4种物件，所以咱古早咧有一种囡仔歌内面嘛有讲吼。过年要到的时候，咱有冬瓜、糖霜、卤煎鸭，就是放伫咧阿嬷内面，啊内面就有一寡像讲冬瓜啦、什物冬瓜糖啦，迄毋是煎冬瓜，菇啊，嘿，啊，就是一寡糖啊、话梅吼，啊，拢有4种放伫一个阿嬷内面，啊，所以咱叫做四修啊。